點解 Pico 皮秒同1064納秒激光打荷爾蒙班容易越打越衰呢？我哋成日接到呢啲嘅反覆求助個案嘅，今日同大家拆解下呢啲嘅原理。喺10幾年前已經有研究證實，荷爾蒙班係唔可以用太慢火力激光去打嘅，否則會越打越差。我用煮食爐做例子，Pico 皮秒同1064納秒激光咧就好似中菜館嘅慢火和氣爐。呢種爐咧係冇得精細調校慢火火力嘅。如果煲湯咧就應該用火水爐。真正合適去荷爾蒙班技術嘅光學儀器咧，並唔係皮秒或者係納秒，而係毫秒，即係專門輸出慢火力嘅 XLV、XLV Plus 或者 M22，而唔係純粹降低皮秒或者係納秒嘅能量咁簡單。關鍵就係嗰部機有冇專門輸出慢火嘅技術。另一個好好例子咧，就近期好興嘅 Silver Mix 微針射頻。Silver Mix 咧就研發咗一個全新嘅 PW 模式，由一個脈衝能量輸出分拆成幾個脈衝能量輸出，火力會更柔和，而唔係純粹調低傳統嘅微針射頻嘅 CW 模式能量。所以要有效去荷爾蒙班，又要減低反粒風險咧，就係用毫秒光學儀器，而唔係用 Pico 皮秒或者係1064納秒激光。點解周街廣告都係介紹 Pico 皮秒同埋1064納秒激光去班呢？原因係 Pico 皮秒同1064納秒操作好簡單啊，主要調校能量嘅高低嚟控制火力，而毫秒咧就有大量複雜嘅治療參數需要調校，操作難度極高啊，所以坊間咪好少廣告介紹咯。我哋 Lumis 嘅專業光學團隊係市面上罕有懂得調校呢樣嘅光學儀器嘅治療中心，歡迎聯絡我哋詳細了解。